台北市警察局举行家庭亲子日，互囡仔会当普遍了解一寡做警察的爸爸妈妈到底平常时拢咧无用什么工课。平时严肃的市警局今天是办成了亲子日的同乐活动，可以看到呢，警察爸爸妈妈带着自己的小孩来自己办公室的地方，让他们认识自己的工作。对，这样比较好。小朋友举一个警察的穿来佚佗，这个画面唔是逐工有哦。台北市警察局举办亲子日，互爸母会当带囡仔做伙来佚佗。亲子日的节目当然也有够吸引这囡仔朋友。现场唔单单是警用设备，也可以当互囡仔骑着世代的重型乌托邦进场，变做是交通警察。也个袂晓骑车的嘛袂要紧，嘛有警察制服会当互你漂泊一下。蛮想了解我工作的性质里面的内容，这样。哦，好。今天跟爸爸来工作的地方有没有很开心？我看到警察娃娃，然后还有很多气球这样子，就很开心。在气势十足的太鼓声中，也互警察的亲子日更加热烈。现场也有志工拗着古锥的造型气球，和市长郭文天嘛将气球挂伫头壳顶来致辞。台北市警察局举行亲子日，也要互囡仔改变对警察严肃的印象。